美国政府将针对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政策向中方施加更大压力。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概述了这一项计划，将针对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政策向中方施加更大压力，包括美方将与其他国家、七国集团等多边机构以及私营部门的会谈中提出相关关切。报告称，美国政府将利用其所有的资源和权力打击东突厥散的强迫劳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雷特将在月底前访问中国。这次外界期待已久的访问将包括前往东突厥散。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瑟罗塞尔给路透社的电子邮件回复中说，联合国人权办公室派出的先遣组星期一已经抵达中国的广州，在访问东突厥散之前现进行隔离。这个先遣组由5人组成。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日前公布的消息说，巴切雷特访华的重点是前往新疆地区了解那里的人权状况，对国际关注的维吾尔穆斯林群体遭受的种族灭绝破坏事件进行调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上说，中方欢迎联合国人权高专巴切雷特女士5月访华并访问新疆。他还表示，绝不欢迎任何有罪推论式的调查。中国清零防疫政策再次引发讨论。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要从严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审批签发。亚洲足球联盟昨天宣布，中国考量到境内新冠疫情，已经放弃2023年亚洲杯决赛周赛事主办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近日表示，考虑到新冠病毒的特性以及对未来的预期，世卫组织认为清零防疫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日本防卫省最高武官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针对中国航舰辽宁号持续在冲绳以南海域活动并持续起降舰载机表示，辽宁号在台湾附近以及日本南西诸岛地区展开活动，他认为是安全上的关切事项，且事态很严重。山崎称，辽宁舰12日也停留在冲绳以南附近海域活动，强调说，我认为航母在台湾附近以及西南地区活动已是很严重。印度宣布禁止小麦出口，立即生效。印度把粮食安全受威胁和价格上涨作为政策转变的原因。印度对外贸易局在政府公报上发布的通知显示，现在的关键目标是控制印度国内粮食价格的飞涨。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小麦价格上涨了40%以上。与此同时，估计约有4000万吨粮食在乌克兰仓口等待出口。当地时间14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邦最高委员会选举穆罕默德·本·扎叶德·阿勒纳哈扬为阿联酋新一任总统。此前一天，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阿里哈纳扬已去世。哈萨克斯能源部长博拉特·阿科丘拉克夫视察了土耳其梅尔辛古尔纳地区正在建设中的阿科克尤核电站工地。